由陈其山甲宋庭轩两位艺文界的翁仔某共同发表的一本大鹏展翅的新册，内面除了记载因对少年打拼的奋斗，也是书法、剑道甲独创的选草书体，结合剑道、书法甲演唱艺术，行出家己的一片天。历经了1年多，这里面有5个章节，这个章节里面有陈老师跟生命搏斗、病魔搏斗、奋斗的故事，然后瘦骨如柴，快要死掉了，然后接受社会的帮助，包括吴修齐先生给他铁衣替衫打起来，包括救济院躺了3年，然后慢慢的剑道恢复了就去练剑道。后面你们看到了这老师的创作，这后面有很多老师的墨宝，其实这是创作。每一幅都是老师的创作，各位，你们收藏了这本书，你们也可以分享给各位亲朋好友，尤其年轻人，给他一个鼓励，启发他们立志向上。在新册发表会中，除了副总统赖清德的贺电祝福，还有这位议员，包括林美燕、蔡宏全、黄丽娇、王家珍、加柯志春，以及文化局长叶铁山、加社会局长陈英基。嘛拢到场来祝贺，场面热烈。我想陈老师跟宋老师一路走，我们看到他为我们的艺术的付出，包括我们宋老师，他本身一段时间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呢，透过歌声，他也是来做一个自我疗愈。而他们夫妻我有看过一个伫遐写书法，伫个边仔唱歌。我们有看到我们陈老师在书法里面他是非常就是有跳动性的，那是有感情的。这感情是咱宋老师伫边仔唱歌，结果歌声以后呢，陈老师将他的作品能够就非常生动，非常的生动。所以他们2位老师可以说是把艺术结合生活。生活结合艺术了，整个那个老师一生的一个奋斗，从里面可以看到奋斗的精神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典范而且呢，也让我们这个看得到这个书法的精神，看得到这个剑道的精神，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段时间跟他们相处，也才知道说，哇，他们的人生历练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也充满了智慧。所以的确，透过他们的人生的书写，其实对很多人而言，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慰藉或是一种启发。所以为什么书名叫做《大鹏展翅》？我相信老师应该是希望说，大家看了这一本书之后，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大鹏展翅。陈其山老师是国宝级的书法大师朱九营的嫡传弟子，因为少年时困苦破病。一路上伫个桂林的商周学习剑道甲书法，不但精进修炼，而且搁世界宣扬文化的传承。伫个新册发表会中，除了举办签名会，而且搁现场会考，并捐赠上8本的新册，予中华民国省会联合会、幼民视障火炬励进会、甲台南市的脊髓损伤协会、定市的绿色社团，场面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